贴心勇敢给你走。对哈，这个进步懂得哈，这个整个体态、形状各方面。体态。一生有难拿的啦。新董影的广告，哇，你好幸福！我每次来录影都有人来陪伴你来，是，也真的，我真的很幸福。可是这也是我最痛的地方。怎么说？你现在看我这样是很正常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是一个。老热倒你腿，老热强下来。好，乡亲朋友啊，今天啊，6强积分赛第3个礼拜，所以哎，前2礼拜他还全部拿出个本领出来哈。1礼拜啊，吼，搁较加油的哦！加油哦！今天还带朋友来向阿弟听，老热吼，助阵啊哈！安尼马上进行今日比赛，比赛之前的介绍评审欣赏来。录音的欣赏，70的欣赏，总分的欣赏，有效的欣赏。积分赛比赛规则，大礼拜由无强样的主题，参赛者7家选过的，经过6礼拜的比赛，累积分数最高的前3名，就可以进入到年冠军的比赛。好嘞，有个安尼嘛，公平呀嘛个。讲主题啦，公平还唔全冲啦。主题，欢迎罗国立先生。大家好，今日主题呢係金曲好友嘅合作賽，意思就是講呢，今日所有賽咗每一位參賽者，帶來嘅好朋友，可能向下合唱一首歌曲。雖然講唔帶來嘅好朋友，今日表現不講好壞，並唔會列入今日評分嘅標準，但是一個重點千萬要記得，就是講兩隻今日在台上嘅表現嘅 make， 然後兩隻嘅合作圖，也係係你嘅當重要搶分嘅關鍵嘛嚇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嚟，呀，你所有參賽朋友啊，已經準備好勢哦。今日一組一組安尼看一組嘅請朋友來給佢聽數啦哈。來，有請第一組。顧家真道文空帶來邊緣人。來談過來哈。這次的演唱很緊張，因為我這幾天聲帶出了狀況，沒辦法發出聲音。這次我邀請到嗨喜喜的主唱來，其實我的壓力有點大，不過我會努力完成的，加油！愛係一個邊緣人，是片全無影。愛留一個動作權嘅個愛恨恨，愛已散影。
动作偏给你，我爱很黑，爱一三是饱满下，是唔落下，行路的标语，是饱满下，是唔落下，行路的标语，爱迄一个。骗人是骗，却无人。爱老七搞动作，吓群家人。不过爱很黑，爱一三廖美好，廖美好，哈哈。哇，哎呦，欢迎家珍文空。你好，你好。听说家珍根本也能用吧？他声带发炎，声带发炎，他不能讲话。不会啊，刚刚这样听，觉得其实状况还不错呢。对啊，还可以吗？他说他没有上去，讲没有上去哦，上去哪里？你去哪里？去天上。这是什么？那颗灯啊，好。这也是家珍的对，我是他的男朋友哦啊，男朋友哦，女朋友，我穿裙子，没有，我不穿裙子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哎，我发现很登对，刚刚在那个荧幕那边这样看起来蛮配的。所以家珍为什么怎么碰到我们这一位朋友啊？我学长跟他组团。你的学长跟他组团，组团，然后呢？叫做嗨西西。嗨西西要当乐团成立了多久了？2年。2年，还有做出什么样的作品啊，或者是演出？这首歌他之前有去比那个原创音乐比赛，然后他是客家组的第2名。第二名。是第一还是第二？第2名。第2。不是有那个写观音的作品？对，我之前还有帮电影写观音做主题曲。真的台语歌啦，但都是客家。哇，好棒哦！哇，你找到这么棒的乐团来帮你助阵。我的朋友都很有才华。真的啊，你自己也我是里面最 low 的哈。不会啦，你是比较矮而已。喂，不好说。对啊，你也表现得很好啊。2位的这个的组合哈，都在创作用版来可以哈。国立老师，家珍真的是今天让我是蛮大的望。哇，因为后来才知道说你声带发炎了哈，那当然，唱歌这件事情在比赛舞台上面就没有什么情有可原，没有这件事情哈。比赛是最残酷的，你好分数就高，你不好分数就低。那你今天挑了一首这么难度的歌曲来表现，应该是在你声音状况最好的情形下，才能够把这首歌发挥的淋漓尽致。我觉得你可以，你绝对有这个实力，就差在你今天声音状况不好。你们乐团这首歌的和弦，它本来和弦编排就是很多复杂的那个音程在里面。那你唱的人一旦音准没有上去，就会被听成是你 pitch 跑掉了，或者是你的声音跟伴奏根本格格不入。好，这一点你一定要注意。要挑高难度歌的时候 OK， 除了声音状况能不能掌控之外，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别的，练习再练习到最完美，练习。100次、200次练习，绝对可以 cover 你今天声音状况不好的不足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！谢谢。谢谢老师。每一次比赛就是这样，或者上台前，如果发现这种感冒呀、嗓音魔那个真的很难过，那心情会受到很大的那个。是啊，而且这个是长期的战争，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个重感冒，所以真的是参赛朋友要保护好自己的喉咙哦。是哦。来，看一下分数来。顾家珍的分数。
呦，救生你们还做得啦，还做得啦，我还以为会那种21分、21分、21分的那种。对呀，谢谢老师，还不错，可能你加分很多了。谢谢。今天分数算你的啦哈，你再请他吃饭，好，你要顾好你的喉咙哈。希望你继续再为客家贡献一点心力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，安子 C， 谢谢古家珍，92分很高嘞，嘿，好，加油！来看下一个会不会更高？好来啊，撒下来，洪思quyền老李元杰帶來父妹。好嘞，彈翻啦嚇。今日請歡喜邀請到我嘅好朋友李永杰大哥來唱下合唱，相信大家看到伊一定會想到我哋呢小哥費玉清，一下就請大家唱下來欣賞我同小哥帶來嘅父妹。還記得故鄉嘅路無曉背，花園中始終有一條鳳妹，在冬夏時拍妹斜拍之中，為圖你風雲一對。劫數嘅大片後背，迷夢中是否有江山太開？現時某時敷衍相愛凡俗，山邊去用叫閒菜。愛看幾多花落花開，愛經過了千山萬海，愛娘記得娘嘅思念，愛眺蒙蒙變寒風吹，愛看幾多花落花開，愛經過了千山萬海，愛娘記得娘嘅思念，愛眺蒙蒙的寒風吹你來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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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愛看幾多花落花開，愛經過了千山萬海，愛娘記得娘嘅思念，愛眺蒙蒙變寒風吹，愛看幾多花落花開，愛經過了千山萬海，愛娘記得娘嘅思念，愛眺蒙蒙的寒風吹你來。風嚇到你。在下，飛哥啊，哎呀，燕婷啊，小哥，我發現我戴這個墨鏡，我覺得你好像還不較像那個蕭煌奇。對啊，奇怪，我現在看到鏡頭，真的。阿媽，你今晚的到位。哎呦呦。
很苦帅很累，对不对？真的这个歌唱实力真的是还是很厉害，没有话讲。对啦，谢谢。安慰请吼，请都让厉害的实力派得来。所以一般那个你是参赛者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你找的 partner 应该是要比你逊一点的哈。你怎么会找一个比你强的呢？我对复习吧，个永杰哥也就很早就从龙虎综艺网嘛模仿单元出道，在香港，以从个案例后啊，就推复习吧，他应该讲，找合作对象找比你能力更强，看能不能撞击出那种遇强则强。如果找到弱的，会变老鼠屎。不过两个唱起来有不同的味道，不同的感觉，老歌新唱的感觉。那今天既然小哥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敢当，真的小哥是我偶像。那既然今天很难得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嘛，对不对？那请小哥能不能带来你的经典招牌曲？经典歌曲是千里之外啊，不是这首，千里之外好像我还没有学到。那晚安哈。现在就晚安去了。我那天来做功课，就做了一点功课，就是那个《一剪梅》的后半段。哎呦，对，因为脑容量真的不够，那年纪大。太多歌了，那么多好歌要唱。红梅我一直怕唱成什么在哪里。这地方位置搞错，我刚才说第二句我就忘记歌词嘞，所以我现在脑容量有点不够，只能记得。那所以你确定你要继续吗？一剪梅的后半段可以，还可以。鬼多变客家词，对，我们请世军教我的，所以唱错就骂他。好了，一剪梅的客家版本了。好 G 麦，我扣麦。好，说副歌就好了嘛。OK， 好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一剑寒埋我的血中，几为云飘香。眼前真的有雪花到处飘，到处飘啊！谢谢，是的，不要看脸，真的这个歌，好了，这两位表演都用完了，抢一下世慧老师哈。世慧老师 ，OK， 世军还有永杰，你们好，其實對於日本嘅季決賽嚟講，知道我就會講60。其實世軍來說，我覺得我感覺得出來，你唱歌的經驗是非常充足的一位歌手。好，然後我們又配搭到永杰的一個專業，跟他現在目前的一個非常好的一些歌唱技巧。所以其實亮傻呢，我覺得你們兩個很得天獨厚的是，感覺到我們的歌唱界裡面有出現這麼好的聲音。好，所以今天其實啲風魔藝術各位哈，太講因為耳熟能詳。反而就會有更多的期待。如果用技巧來撐這首歌，是絕對足足有餘，絕對沒有問題，好，絕對沒有問題。那如果說編發本亞數個有某同樣的生命的話，那我可能會比較期待的是，它有另外一個畫面，好，另外一個畫面。所以我希望呢，反而比較期待在這上頭。所以還有就是因為衝過的時間，因為有需要那種火花的感覺，反而有更多的你們需要的互動，畢竟是合唱嘛。好，雖然說我們的分數還是會落在世軍身上，不過呢，我會希望感覺那種變化是不一樣的。OK， 好，那是誰？對，這個歌曲就是這樣子，永遠學不完啊，是非常深奧的，對，對。好，來看一下分數啊。粉絲給的分數。還好沒有把它唱壞掉，超緊張的。不會啦，真的。姓朱的不會唱壞到哪裡去了。怎麼了？有唱錯嗎？啊？你很少跟男生合唱，對不對？有點害羞。害羞。
分数。好的，92分92分哈，挺爽的做强央啦哈。嘿，安尼还有3礼拜哦，好，继续加油哦。好，带一点不一样的变化。好，谢谢你啊，继续加油，还有3个礼拜，带来这么好的伙伴，好，谢谢你哈，谢谢永杰，以后多来我们节目，我的荣幸。重播暗后堂对呀，小哥要封麦了，你 OK 了，出来吧。大家以后看不到小哥了，对呀，还有永杰，对，费永杰，便宜呢？费永杰，贾永杰，费永杰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谢谢罗哥，谢谢，再做小姐啊，我来撒下来，欢迎啦。刘美丽老两男人带来吃婆诶。我来谈看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玲。到了合唱的主题，这一次我邀请了乃人跟我一起合唱，因为呢他唱歌非常好听，然后跟我读同一所学校，然后约出来也比较方便啦。所以今天我们会有一点点的小突破跟惊喜带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喽。蓝天空，大家开始浪动，因为爱，心肝都热到爱着火。因为爱，相爱同意起太苦，看个充满地方。所谓风风是从一个面风风不爱的心，扑通扑通。从每风风是从一这身风风本来今一下好梦。所谓风风是从一个面风风不爱的心，扑通扑通。所谓风风是从一这身风风本来今一下好梦。人是想，大家开始叫，不过爱是上会肯定的接受。因为爱，相爱同意期待不，看个错每晚地方。所谓风风是从一个面风风不爱的心，扑通扑通。从每风风是从一这身风风本来今一下好梦。所谓风风是从一个面风风不爱的心，扑通扑通。所谓风风是从一这身风风不爱今一下好梦。充满顺顺，又甜甜，是从你，是从你，爱爱但也是上的你。所谓风风是从一个面风风不爱的心，扑通扑通。所谓风风是从一这身风风不爱今一下好梦。所谓风风是从一个面风风不爱的心，扑通扑通。所谓风风是从一这身风风不爱今一下，本来今一下，本来今一下好梦。哎呦，掌声鼓励一下！哎呀，乃人你好，哎呀，好久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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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呦，两位外国人哈，哎呀，来创客家歌的哦，不单止客家歌，还创海陆的。哎呦，亲友 make up 吧？对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傻住了？干嘛？怎么了？有唱错吗？啊？
你很少跟男生合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是回神过来，有点害羞。害羞啊，当然碰到帅哥一定害羞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像我很久都没害羞了。你怎么会想说要找他？对啊，因为我认识他。我知道啊，也有，因为我们是同学。哦，同班同学啦。不是同班同学，同校。同校。真的是同一个学校啊？真的呀？不是因为讲来啊参加比赛才认识的，本来就认识，本来就认识了。你看看你们这个私情，这样带到闹热打擂台。就没有继续发展更加继续发展下去没有。他有女朋友。哦，那你有男朋友了？没有。帮我争男友一下。那抢过来就好了。不行啊。很多啊，就是一些很多那种老人家有没有？什么？哪边呐？慢慢找，这个缘分到了就来了。这个奶人哦，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，很多香港朋友在看。对，懂得香港朋友在看呢。对，就是我一些朋友也会看。是啊，对。我之前我有一些香港歌迷朋友，他们也有在看这个节目，还发现梁乃人，然后就那天有碰到，然后就跟我讲，梁乃人你知道吗？我说我知道啊，他是我们那个歌唱班一个叫甘老师，对，甘老师，然后他从小就在那边学习，学习歌唱的部分，是不是？是那个甘老师嘛？对，甘老师。你的底细一下就被摸清了。所以我在想，他也是从小这样磨练过来的，是很棒很棒。不过我很想听蒋平，因为我看迷恋聪嘿吼，他这一脸惊慌失措到现在。是有唱错吗？你怎么了？老师讲好了。好吧，来，张慧茹老师。好，今天美玲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好，就是你每次唱到草莓风风就着你跟面风风风的拍子，全部都抢在前面，里面你就是有一个节奏的拍子的问题，这是你今天这整首歌下来最大的问题。只要唱到那个地方，你就像赶火车一样，可能唱习惯，是不是？不能唱习惯啊！这个东西你能够听到那个噔噔噔哒啦哩哒哒哒噔哒啦啦，这是一个很稳定的拍子啊！你不能哒哒到那边就变快。那老师们怎么办？他们照你的习惯，那老师他们的伴奏就是在那里。为什么要有乐手老师？就是让你可以听到那个节奏，要练习听到鼓的拍子，听到贝斯老师的拍子，这个很重要。当你在外面比赛的时候，你每个人用你自己的习惯而没有听，那如果是因为这样你被扣分，就很可惜。好，这是今天我觉得这首歌最大的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。那在于你们的互动，我觉得你们的动作都练得很好。可是今天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其实我在整个看你们的表演之后，我觉得你就是你的这个主动性还不错，那乃人就比较害羞一点。这个很奇怪，就是一个动作很纯熟跟完整，但是内心里面散发出来的就还差了那么一些。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可能要多一点的去琢磨，看怎么样在眼神上或一些小小的感受上面去增加。像我现在在讲话，我会有一些眼神、一些动作，都可以透露一些我要表达给你们的东西。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我想，如果在这个部分去做更多的一个调整，会更好。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好，安子先好，来看一下两个分数，好不好？来，刘米玲的分数。可是如果老师给他满分25分呢？你是那个坏掉了吗？还是这样？没有。要拿我的25分，就只有2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你把你的歌声唱到25分，好，你的实力唱到，你就光靠你的实力，歌唱的实力，让我觉得我给你25分。第二个就是表演到当下，今天最好的你出来，我也是会给25分。那今天美玲做到就是第2项，她不但声音，说实在在声音上面，如果真的要挑剔的话，是会有24分的空间。那再加上他今天跟乃人的配合搭配，包括老师前面讲到的动作跟和谐度，跟他们整个一连串下来那种让人赏心悦目的画面，让我愿意多给1分，满分25。谢谢。好，好好看哦。
加油啦，还是要加油哈！谢谢男你们人，好久不见了哈。也希望这个下一季再来玩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应该都有在准备了哈。对，有准备。好，加油，等你，加油，好，看拜了呀！谢谢，恭喜哦！谢谢，回头休息啊。有人跟男生唱完害羞到现在的，对啊，不简单。介紹下一位哈，一年位老六百順帶嘅塞條人家。好嘞，彈看下。今日同歡喜有請到我嘅好朋友百順，讓我向下唱了首《塞條人家》。那首歌曲係佢嘅歌曲，因為變做係漢語版嘅。平常因為練習嘅時節發現，聽跳嘅部分都難。不過佢都動有耐心，平愛練習。故所希望了解你做得表現嘅同好哦，加油！看待你嘅書。感覺你嘅溫度，你係愛最珍貴嘅最愛，每一分都為你轉頭。就算有狂風，就算。為什麼應該不愛公公，總以溫暖給天空。為了夢想，不用一個當堅強，為了照亮。從誰都太給家鄉，為到時候決心勇敢給走，因為愛到係天空嘅沙條。看待你嘅書，感覺你嘅溫度，你係愛最珍貴嘅最愛，每一分都為你轉頭。就算有狂風，就算為什麼應該不愛公公，總以溫暖給天空。照亮從誰都太給家鄉，為到時候決心勇敢給走，因為愛到天空嘅沙條。時候堅持勇敢嘅去做，因為愛到天空嘅沙條。哎呀，掌聲鼓勵！幹什麼這樣子？對啊、人本來就在一起很久了。是啊。給你一場老爺。你的朋友、同學。
同学，同学，研究所的同学，研究所同学是客家人吗？是，中立的客家人，中大客家人啦。哦，所以一条歌迄样你去甲创作的。我们在地的社区集体创作的。社区？对，我们中立以前市区叫做石头庄，那我们现在还住在那个地方。好，所以这样创作石头人家。所以你就因为住在那个庄头。所以总头嘛，係咪？客家總頭，對呀，客家總頭。所以你才會有一種想法，有一種動力下水那條歌。是。本身是我们那个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，所以就去推动很多地方发展。理事长哦，那么年轻。哇，现在的理事长都是年轻的，真的。是啊，所以像什么理事长、里长啊，那一些就越来越年轻化。对啊，年轻化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老的这一些怎么办？就是在家里好好的享福。好了，两边唱到用版，唐先生的公平了嘞。这个叶仁伟哈，这个进步懂得哈，这个整个体态、形状各方面，跟Anil 体态，你研究形态各方面。对 Anil 从节目还有从天师然后那经验表演的部分然后其实蛮不错的。是。但你的一张问题就是你那个声音哈压得太沉了，但在嗓音这个声部不对的时候就同扣线。其实你们两个搭配的蛮不错的，我觉得你们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其他的歌曲的话，我觉得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。这细节部分可能特别把它注意一下。好不好？好的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安尼来看一下佢两位的分数，好吗？好，来看亚宁的分数。92分，继续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博春，如果有机会，这个理事长的事务比较空闲的时候，也可以来玩玩。好不好？我的荣幸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唱得完哦，为客家发声一下。请你来比赛哦，不是来玩而已。比赛呢？好，对，比赛好不好？好，我帮你报名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你大家留电话给我。是，找他报名就对了。好，谢谢。OK， 谢谢，就这样。好可爱。那理事长真的腼腆的哈。是，哎呀，这个歌唱得真好。对，很棒，很有礼貌。呀，这个舞台就是要发掘很多好的声音嘛。是啊。好嘞，下一组。李浩森带来，还有朱鹏源带来高。今天的合作，我找来彭君跟我一起搭档，因为之前在他比赛的时候，我刚好是来当魔王，所以我们认识，发现我们个性都是活泼外向的人。今天这首歌曲刚好又跟我们的个性很像，所以我相信等一下一定可以表现出非常好的默契。加油！你睇你做乜嘅？我要做總統。我要做 model。我嚟做先生。做先生？邊兒咧？我唔知咧。你唔知？你睇你要做乜嘅？問過你唔知假扮。坦白講，愛了喊係上街。莫驚，慢慢行，慢慢看，尋過嘅迷途。係酸甜苦辣嘅調和。你會幫中年乜解？現在嘅重量要幾大？嘿，開始腳下嘅呢場散漫寫法，嘰嘰嘎嘎，解到喊法摩擦嘅時候，糖深度來嘅沙。用下來高，噼里啪啦波，來高出嘅夢想，我拋棄我背心，我看見天，人生那สิ่ง也是 possible， 愛感動好，嘿嘿高，莫咪高，凡事都盡量好。有嘗試會感覺用功打磨咯，唔過幸福很重的生活，莫不用這。以為幫中人乜解？現在嘅重量要幾大？嘿，開始腳下嘅呢場散漫寫法。
叽叽嘎嘎叽嘎嘎，解到漢化無茶嘅時候，堂堂心都來嘅沙。跳下來高高高高高，噼里啪啦波，來高高高高高，高處嘅夢想，我冇開心，都看見天，人生 nothing is impossible， 愛感動我，嘿嘿高高高高高，迷迷蒙蒙，來高高高高高，萬事都清了後。有相識，怪感動，有共大網絡，唔過幸福喊做的時候，冇用錢。咋咋咋啦啦，咋咋咋啦哒，咋咋咋啦哒。哎，麦拿花了，谁你都叫他们在一起。你不要这样子，那这组会有一个要跟我走的。哎，哎呀，两位好，两位好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是，哎呀，怎么会想说要找彭军来跟你一起合唱？因为之前我咧做模仿的时间，拄好係去比賽。俺你所有属实是。你了到讲，梁沙腔下係客家音，像梁沙有腔下係新中音，梁沙有暗號音樂嘅音。我們都喜歡就是玩音樂，然後個性又是活潑外向，想到這首歌就馬上想到他。哎呦，那個你這個衣服是洗壞掉的，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反穿哈？對啊，不是人家，你是造型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真的把它反過來穿。哦，那你不要扣那麼高，哦，不然會像騎摩托車哈。對呀，騎重機啊，對呀，你們很有感的，很有感。反轉，我很浪啊，刮，是很冷，很冷。对，那这个彭军就对啊，很正常。那你為什麼不跟他一起做反穿呢？比較正常一點。哦，因為歌叫玩嘛，我們就是對翻玩一下。那你為什麼不內褲穿在外面？那是超人，那就不一樣了。對。今天哲偉老師沒有來，下次他來就這麼穿。好了，兩位創作用版唐先生的公平了嘞哈。智慧老師，來。唉，我真的是太喜歡你們今天表演了。我還以為你要說什麼，嚇人。OK， 浩辰是我看到你的必須要哈來是放得最開的一次，我終於看到那個畫面了哈，我就是要你這樣的改變。那彭軍更不用講了，朱秋剛啊，然後那必須，因為你是之前就來比賽，說哎呀等公宿舍。你從剛開始第一眼到現在，我覺得那個改變超棒的變化，所以我要給現在後段的，就是後面的同學們，其實我的客家，而且們就是像你們今天看到的新元素，你們身上都有新元素，家珍也好，世君也好，美玲也好，仁偉也好，甚至我們的以雲也好，其實你們的新元素一直都在刺激着我們4位老師，所以我希望講你們放開心，就像今天浩辰，你之前這樣綁綁的，真的讓我覺得很心疼。你今天這樣做就對了，你去甲翕上癮做唔翕上癮的事情，莫去想我就平時愛你做乜嘅，我就冇愛你做乜嘅，我喺想唔想愛做乜嘅。OK， 你想到你愛做乜嘅以後，你注定要用板衝，包括彭軍在內，包括後段的同學們在內，所以我希望講。真的就是拿出你們這個精神來就對了，好，有賞識可能有些瑕疵，可是這瑕疵，當我們已經在看你的表演，瑕疵就不是那麼重要了，除非你太離譜。OK， 好，所以我還希望講加油加油加油，好，我今天真的很開心。好，謝謝，好，那開心。那這個分數應該，看一下分數了哈。對，分數應該很刺激哦。是，那看一下4位老師會給幾分哦。李浩辰的分數。哇！恭喜！哎呀，找對人了，找對人。真的找對人。還好沒有幫他唱壞掉，超緊張的。不會啦，真的。姓朱的不會唱壞到哪裡去了。哎
呀，对，这个证明2位这个成绩这么好哈，这个可以在一起。好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是兄弟情谊啊，兄弟情谊，是。今天衣服都穿兄弟装。可以，祝福你们的友谊长长久久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谢谢啦，好，谢谢2位，谢谢，恭喜啊，好嘞，3下來。郑怡云带了林冠群，有从开门见山。打开门就困山，爱困山就下山。我來照顧你，你來照顧我。OK。哎 OK。我會換一個。好，換他。我不要。當喺屋中啊，加到好老個。哎呀，佢一一身的打扮就黑啦。本來清感動嘅係娘啊，做嘢家下嗬，啊全部冇帶生意咧。真的啊！啊，真件感動到我都流眼淚。你安好老公啊你咩？佢當地啊，真嘅。個道情記嘅記載嘅嚇。今天请到有少女杀手之称的学长林冠群为我助阵。等一下我们要演唱阿妹的《开门见山》客语版，希望这次跟学长合作可以让大家有一种惊艳的感觉，耶！黑咋也讲，就黑咋也讲，并唔系天松松。给天松麻烦，困酸嘞，就算冇必要再联想。马该秋水，用伴梦穿。马该颠簸，用伴阑珊。马该风景。就用半款，乃是爱做伴。打开门就困山，爱困山就很山，本来就真简单，唔亲自加麻烦，痛就痛，爽就爽，马宁讲讲从不准退个嘛。天速波就袂讲，管铁波就袂按。万年世道重难，来未落伊嘅感叹，是就是再就散，万年讲独自无凭来安乐。黑记在，就黑记在，唔系感情移散。给因笑人散，给天气欣赏，唔本浪漫偏去。马该秋水，用伴梦穿。马该颠簸，用伴阑珊。马该风景。就用半款，乃是爱做伴。打开门就困山，爱困山就下山，本来就真简单，唔亲自加麻烦，痛就痛，伤就伤，马宁讲讲从不准退个嘛。让错过就会讲，管天风就会暗，马宁是。都重来，来未落伊嘅感叹，是就是伤就伤，马宁讲独自无凭来安我。哎呦，落水了，落水了，哎呦，天空落水了，哎呦，
做人也着一支小雨伞，风大，风真大。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OK。哎。OK。我会换一个。好，哈，换他。我不要。有家珍。奇怪，议员啊，你怎么人不请呢，请鬼来拿药单？真的是啊，哈。请鬼拿药单呢？对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这么逆向的一个操作是不是？是啊。没有，因为我们都是花莲人。哦，没关系啦，自己碍于到分数，碍于到分数哈，不用因为是故乡人就要这样子，没关系。对，人家是因为你看新竹人啊，他因为表现的对，表现的很好，好又不是老鼠屎，加分，你看94分啊，这个刚刚那个，而且他是没有，他真的很厉害，他是少女杀手哎。他最近是广告明星，什么少女杀手啊，一些欧巴桑啊，那种80、90岁的都喜欢他啦。每次打开电视，哇，一下子就沐浴乳广告，一下子又手机广告，一下子什么手游还是什么东西的。真的，你怎么都有看到？但是都2秒而已。我没看到。最近客串那个阿杜的 MV 啊。哎呦，阿杜出唱片了，最近哦，不错。那你是演什么？路人。你在演什么？我还不知道你的角色。里面的一个角色啊，对。哦，那个角色有超过2秒吗？哎，超过很多。哦，同样是花莲人，所以你去配住唱机来屯天数是吧？对。好像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人来帮你加油？哦，我们的朋友啊，那边共同朋友。哦，这个好几千位哦。人山人海的，还有带小孩子来的，他的孩子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不是我的孩子。所以那是你的朋友还是共同的朋友？都有，加起来。这边也是他的加油团呐，这一群也是。依云。哇！对啊，后面的也是啊，后面的也是他的加油团。太吵了。好啦，2位表现完了，乖啊！那的唐先生的公平了。刘老师，依云哈，我蛮佩服你的。对，公益几多年了哈，就人家做创作的歌数啦，然后是讲我们在做创作的一把吉他出来创歌的哈，我们花了好多年才突破站到那个舞台上面。你这次那么大胆的，然后能够取那个冠军来一起来演出，虽然跳了同手同脚，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突破。俺拢讲哈，这个可能隔1个月、2个月之后，你演唱的方式就会很大的改变。我觉得对我们老师来讲是很欣慰的一件事，因为杨爸你看哦，那个你的突破，跟我们前面好几组的一起的努力，你会发现哈，我们节目越来越好看，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多元个人的特色，是，我觉得这一季的晋升的对手非常的强，我原本很不看好你的，因为他一把吉他唱比较弱，但今天你找冠军来，就下了一个注解，就是黑不会看你神经喊他后，所以在我们要表演的形态上面，可能也要特别注意一点，就讲give me 这种是一个表演形态了哈，所以他唱歌的咬字、唱歌的方式啊，可能没按标准哈。模按标准，那这部分告诉过你一个人在处理的时候，可能要特别针对你的咬字、发音各方面，还要再把它拉回来，好，这要懂中间哦哈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很棒的建议哈，加油！举手起来，那看2个分数，陈议员的分数。给你的分数的势均力敌哦，真的都还不错，都92、93、94这样子，相差没有很多啦。还有3个礼拜，大家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了，谢谢我们的广告明星哈。呀，到传统组的比赛啦，紧张！加油哦！加油！今天那个流行歌曲组会唱，那好朋友的天数助阵嘛，对啊，传统组的，这个冲，但有故事啦，有这个故事，那先介绍一下评审先生嘞，常永平先生，李秋霞先生，恰吉哥先生，
罗英先生。好了，评审先生介绍的，安尼请一位泰来宾来，安尼节目就创过不他个堂。天王级别。哎呦，天王级别，哦，哎呀，位就系，嘿。一啲客家嘅貢獻嘅非常非常嘅大，也資歷差不多有30年左右不止嘅啦，不止啦，係啦，佢最近我80歲，你想講啦？哎呦，真勁哦，看唔出來呢。看唔出來啊！保養得挺好咧。我啦，冇按到死啦，第一好啊，嚟撩下嚟哈。好，有位先生到李建明先生，也要帶來羅山歌。來，行啊啦！你嘅愛，就你安那，三年嘞，莫给那外多心肝呐。尽上心肝，给心肝上难。秋黑嘞，心肝呐，上心肝呐。李先生好，你好，很久冇看到。請教一下，李先生頭擺喺教書，中學教書。26年嘅中小大學退休。中小大學全部要教多。哦，小學、中學、高中、大學全部都要教多。教音樂係咪？全部音樂先生。哦，他講還有成立安尼嘅客家山歌團。係，在民國80年嘅時間，我共用牛羅師娘沙創辦了個台灣客家山歌團。啊，唔係28年咧，28年算30年咧。28年。所以基隆市啲教學嘅時間，咁早已經都開始啲推動呢啲客家音樂、客家文化。喺民國50幾年、60年嘅時間嚇，潘合唱嘅演唱嘅時候，就要安排客家嘅合唱曲，加線上演唱。慢慢到70幾年，家感覺嘅越來越本土嘅鄉土嘅意識啦，係越來越多嚟嚇。古時家安排很多。哦，相對講。因為家下嘅台灣也無學教一個教叻嘅山歌嘛嚇，故所呢我就老張老師講，佢研究成立一個客家山歌團嚇，一隻團呢佢係完全為到講為嚟展示客家嘅那個音樂嚇，一播傳承客家嘅傳統山歌，同時還可做得將來呢做得盡量將客家嘅山歌都提升起來嚇，可以做得行得出去啦。我講以前係本然談到講到客家山歌啊，嗰啲熟巴巴嘅嚇，佢上不得舞台嘅東西啊，你看可能當佢打到啲暗將，做到按時髦，對不對？冇講人嘅客家團嚇，個世界各地全部人哋嘢正常嘅搖唱，也一個表演啊，對吧？這真係愛嘅嚇。係啊，因為從28年代啊嚇，東南亞、東北亞、韓國、美國全世界韓國700人唱嘅啦。係啊，佢個團千多年嘅時間，一團要多少人？平常全部啲係維持50歲左右啊。哇，千多人好多人啊！開飛機都夠了。佢嗰時要主持啲安尼鄉情安尼歌，哦，咁節目要即邀請安尼嘅客家團嚟表演，哇！企咯，哇！個氣勢磅礴，真係都冇咁樣都冇咁樣，真係係啊！哇！即係老師真係要即係。好家仔條擺要推廣一個客家山歌團，對不對？善啲真係動態。真的。所以你渴望學術研究係冇？
因为音乐嘅东西其实艺术嘅东西啊哈，艺术性东西上所以讲，从歌词来讲咧，伊爱唱起来可以弹得实，同时呢，也做唔得讲，正经讲特殊啦，特殊嘅时间。就讲较不入調嘅時間嚇，正經上不得舞台啊。咁所以有青島將來都傳統講用合唱嚟唱甚至講青島歌詞呢，嘗試小個愛到去改變一下，小個改一下，佢就它有兩個精緻化嘅嘅效果。他可能会喜欢。所以讲吕老师在我们的那个客家界那个贡献真的是颇大，还有那个影响力啊，动力会啊，震撼，真的是用心好，非常深入去了解。哎呀，没青青彩彩的，一研究60年有。哦，就是名言就太多了啊，太夸张很多。哎呀，李老师今日安芳义有唱过唔来哈。哎呀，讲真叫无来，哎呀，唱过，挺难的，挺难的，唔好按做这哦，拍到。坐到旁边，旁边就沉水朋友吼，你去就建议下咧，好冇？好啊，好，安子生呢？多车多车，好，谢谢。师傅，欢迎哈，这么好当哈。好，安尼向错哈，向错，安子生，谢谢。老师好客气啊。对呀，哇，那个老师在跟姜老师两个人都在这个我们客家。这个学术方面研究非常的深入，真的，很需要你们大家。是，好，安尼来，比赛之前的介绍安尼，好，主题，规则，好，今日有请到苍永庆先生。今日一個參賽人，伊有一個主題，很多幸福嘅記憶啊。幸福嘅記憶。就講佢每三人唱嘅歌詞吼，都係表達佢對自家。感覺較做叫乜嘅幸福嘅一個感覺嘅事情，當然喺安尼方式再注意，像家下李建明老師唔注意聽佢唱嘅歌嘅，佢每隻記憶佢都有表情咯，佢都有感情，也做很多詞情啊哈，詞情要表達到啦哈，故做基本嘅主題扮了愛猜哈，咬絲愛爭。韻腳嘅強度以外，還要注意到唔唱嘅歌詞，每啲歌詞要有佢嘅表情，好，千萬莫降山啦哈，加油！好，安子生，好，來，安尼所有參賽朋友準備好先，來，等着你們的幸福。TV 參賽朋友，王書記帶來3個字，來，人生難免會遇到坎坎坷坷的日子，好在我嘅老公。老愛兩手互相扶持，真能夠渡過難關。呢下我當貼合真相，幸福平凡的日子。老公，什麼你？我愛你哦。
啊，输给金怡吼哈。啊，帅哥美女好。也讲哎吼。哎呦，谢谢。金光闪闪讲。哎呀，吼罚钱的哈，对冇？有天条那么？哎呦，按揪。你识到揪按 Q 啦。啊，我讲揪呢。Q 啦。闽南人讲按揪哦。揪是啤酒揪。哎，没有，你按好舞台哈，双腿我有那个啦。哎，他讲你张有面子，对对对，做唔得同情。他讲你样有面子。对呀，那我你们看到客家电视台，哎哦，你看，哎，你们讲那个客家三姑娘，我做到按青菜，有面子啊。对对对。客家拢请用心准批啊哈，每一个人的行头都很厉害的。对对，全部全都做到动奖了哈。挺好。马冲的挺好。哎呀，用呀三个字创乜嘅幸福嘅事情啊？我當幸福中我嫁到好老公。哎呀，佢一生嘅打扮就係啦。本來親感動嘅係樣，做嘢家下嚇，全部冇帶生嘅咧。唔是單身全部搶人突佢講吼，你哋要做比好，喊拜中年以後，家下身體才會好。所以全部本人突到50年，我真帶轉了。真的啊！我真經感動到我都流眼淚。你安好老公啊你咩？佢當地啊，真嘅。個杜清記嘅記者嘅吼。冇啦，一隻都好嘅啦，都米啦，白頭偕老。白頭偕。老公都強開啦。老公有來嘛？佢平愛到茶站，送愛上茶都轉去。哎呦，冇得停來咯，因為創業故事呢，佢都唔掂，都唔掂。哦，送你就正車頭，安尼就無。因為身體還好啦，我嫌佢個滾熱嘅頭咧，佢冇辦法啦。我揾佢下冰茶呢，揾西多茶呢。因為像司機做唔來啦，佢又唔敢試茶呀，我又咩唔敢試台北。完你哦，我出車禍啦。安好的老公真的，好棒，很貼心呢。對呀，體貼真的。所以也很幸福的事情。對對。印象到老公，哎呀，好幸福，好美滿。坐月子。真的。因為什麼人一生人就做嘢千重要，真嘅，你嘢嚟做好身體就好。真的哦。像我哋下下就感覺。身體真好，專門揭山。哦，你個頭擺要做嘅，你咪個腰會係對嘛？係啊係啊，佢是細個鍛鍊起來個基本嘅體力，比慢人都還好嘅。從小唔會差，我運動啦，真嘅。從細都飼了嘅，我猜大家都毛病都會太多。難怪佢最近剛剛喺夜會冇乜火。好啦，來唐先生嚟講評下你。參考中。今日黃社志創業三個字吼，佢本身飲食咧兩土油辣吼，所以也三個字糖度清好糖啦吼，今日佢嘅拌料也菜吼，牛絲也有蒸，軟腳基本上嚟講也有鹹度啦吼，規下講起來，安尼算伊咧創造以品順嘅一條歌誒。但是我也有愛建議佢嘅地方吼，像佢嘅天意機，佢夫妻恩愛笑洋洋，也養老養隻笑洋洋，去供養嘅平原嘛吼。不如過佢佢會特別看笑洋每天一天都按嘅呢，笑洋洋就可以了，冇講一天都一天愛。假嘅安尼，按過來人嘅詩吼，都是會一個老一個詩嘅安尼用無按合，老數年長嘅中央，年佢本身佢每天都衝起來，吼都每一天達到我中央用嘅就用啦吼，不如個貴嘅算到係千好嘅，加油！好，安子姐，按照了昆陽嘅分數咯，幸福嘅分數啦，黃書記嘅分數。什麼老師？95分哦，95分當高分呢，恭喜恭喜！謝謝王老師。還有3禮拜，繼續加油！好，安子姐，安子姐，好，在邊當場好。好嚟，撒下來。黃書記帶來老三個。嚟，彈過啦嚇。
老公用的强的。我要卡留下嘅迄南市理发厅，剃头剃头男模啦，剃头毛店。嘿，你都当日去，我讲。当日剃头。当日剃头男模，当日办意思。阿爸了苏南爸爸做的陀螺，大的不好转，大的比较重。那你会吗？我会，小的我会。你会小的你会啊？这么巧，我刚好有准备小的。小时候爸爸。今日我家里条歌的，来感谢我的老公对我的支持与照顾。老公，我爱你哦。阿哥有情。树代思悲。哎呀，曲奇子你好哈，主持人好。哎呀，今晡日幸福的事情乜个呀？就是我天鳳家我先生送嚟呢就400位，第20位啊！我30年嘞。我30年。明年有帶的沒？我冇明年帶啦。哦，有出門的時間，重要的事情哦，才會帶下嚟啊，對不對？就保持到安心啦。哦，真的哈。很當準哦，很當準哦，像人婚姻用的當準。對，真的哦。因為乜個牌我看下。插牌啦。哦，NICT 啦。誒，心意係講。NICT 啊。夜市牌啊。我唔知啦。最主要係天粉送的。哎呀，咩愛表示老公很浪漫啊，很浪漫。因為我吼以前係帶個電子錶呢，個工廠出道的哦，我帶電甲帶真久的，結果因帶因買，佮又擺約會啊，特別約會啦，遲到就遲到，結果我先生都注意到啊，奇怪樣我特別遲到，有可能帶個天子錶已經無準的。所以天份家己都送來俾我。哦，希望準時啊，哈。哦，特別天子錶那個整點還會嗶嗶嗶嗶。對，所以佢也冇講都錯嘅啊。冇講啊。冇講，還是條條嘅。哦，我咩當意外啊，有驚喜啊，基本係就驚喜。你老公用係強嘅啦。佢哦。係啊。佢啲我冇卡鋪定嚟咧。鋪定啊？嚇？鋪到有冇面前嚟啦？唔係啦。鋪嘅啊？佢都。我真認識㗎，我冇，實在講冇乜中意啊。冇乜介意啊。冇乜中意，先生要來嘛？冇嚟，佢當冇閒。冇嚟嚇。當冇閒。哦，一唔跟住都
因为我要卡留下嘅迄南市理发厅啊，剃头剃头男模啦，剃头毛店。嘿，佢都当日去，我讲当日剃头男模，当日办意思。佢都啲个等嚟坐定，我在留，当佢在留啊，見個剃頭男模啲留下。我想奇怪嘅我當日，因奇怪當日來剃頭男模啦。係啊，一邊講頭係剃。嘅剃頭男模嘅係阿姨啊，係，佢都當日咧就阿姨都講。佢咪拜託咪攞佢約會一下，佢每日咧等日來坐呢。啊，要同人阿姨講，伊請假伊唔係咩？要啊，要啊，係啊。幾樣時要講到花呀嘛嘅，要看到冇呀嘛。要啦，是要講一下花。講一下花，但係對佢印象唔係好。佢特別用嗌都冇乜一住去嘅。用我攏帶伊來咯。嚇，叫等嗌去夾數嘅，去夾果嘅。嚇，跟住我唔咩帶講嘅內表嘅。因為我唔好物嘅 content 一樣唔好，我出差會檢查，以前出差會檢查，逛街啊，轎車檢查，本來出我都會檢查咧。冇啦，我出差唔多超過100萬以上，我就唔會檢。可能係有試過哦，正經哦，有效哦。可能係，你下都唔會檢查。我一下就知道有效啊。人家表示都去幸福嘅，係啊，什麼人啊你啊？對，有老公啊，安好嘅老公啊你。嚟睇下先生嚟講片，呢邊先生。幸福嘅人嚟，超下先生。哎呀，當幸福啊！我那鹹鮮哦，笑眯眯嘅嚇，按笑容親和，聲音也親和，真對人識嚇。你嘅音質係你嘅優點。啊，毋過你唱了羅山歌，我感覺今日嘅歌詞，你講總話今日要唱一個嘅歌曲對我的心情，你要慢要詮釋出來。啊，毋過你為了要做那個歌詞，啊，毋過我感覺做到今日我那客家話我平平仄仄嘅音，你做到冇講。清順啊，哈，所以唱起來就會拗音。還有你的樹袋十倍為樹，你唱了樹袋十倍哦，樹欣賞，愛準時，你愛準時，準時啊，你會了解啊？咩？哦，好啦，老公會了啊？唔知講咩都會。衝浪嘛，詩人全部都詩人的全唱出來哈。你講唱山歌唔好阿邊外家，可能都喺旁邊都見險嗬，阿邊當睇嗬。平常時嘛，唱到山歌是按照調歌上語調歌，因為主歌音係咩音，比較較難調嗬。不過再建議人講阿哥哦，有情冇有心，哦冇有心，好兩人交情情意深，哦。樹袋是表黑歌聲。阿哥對我情愛真愛緊，行就有押韻的嘛，的音嘛。啊，你個愛準時，就是冇押韻，所以希望客戶做歌詞也是注意下，咬字，因為你叫佢按做是比較合冇做人啦，哈，加油！什麼先生？算厲害啦，你這個還不做事，哦，對啊，雖然唔係講一完整，但是慢慢的進步啊，哦，加油加油！再嚟強調一下，李金明先生。好。前面李老師哈，李九霞老師也有講到真清楚哈，喺同意啊，比如講應該數啊，韓國嘅準時嘅準嚟講就沒遠唔係講做到哈，就是個拗到哈。但是佢下嚟講，嘟嘟前面有唱到山歌哈，係上咧有聽到，前面唱歌是第一句係唱到那個唱緊乜嘅心安的安哈，然後嘅第三句啊。上嘅時間呢，係兩隻嘅路嘅長音係冇咁樣，但是呢，比如講而家你到山歌咧，啲嘅長音嘛，啲嘅梅音又要嘛，沒有意那硬唱定硬啦，唱我前面唱嘅係講超心安。超心安呐，因為我心情安，我講錯超心安呐，佢絕對冇安嘅呀，係嘛？見總，嘿，嚇！但是呢，到第三句好像樹袋是白，黑歌聲呐，你就會做到嘅阿歌聲當咁車嘅，做得當佢放上嚟，但是會順唔好。松那羅山歌硬唱，
就讲卡卡啦，卡卡迄感觉，唔要讲亲顺啦吼。希望讲本人建议将来迄讲做地油工的吼，韩国发挥到位，那好，我加油哈。什么？好，安子好来看本书，好，对，这看本书。忘记几本书。哎，救生衣盆，较冰掉的吼。好，继续加油。什么？加油加油！好了，回座休息，安子 C。谢谢。带我问候你老公哈。准备来买。好来，下来。陈思我带来平板。来谈了哈。我的童年时代虽然没有网络与电脑，但是我有一位手巧的父亲，他亲手为我们做了许多玩具。这些玩具就像时光机一样，能带领着我们回到童年单纯又快乐的幸福时刻。阿爸，我爱你哦。哎呦，苏我记，哇，今日苏我记创起来特别温柔人啊，啊，今日很奶哦。哎呦，老爷跟东西有关系哦。有没有东西啊？这是我爸爸做的。这是什么？太大的陀螺。啊，要陀螺啊？这是大的陀螺，还有一个小的。钟嘛，该有冇？哦，钟啊你，kilo，太 kilo，太 kilo。哎呦。哦，所以你不是唱丈夫，你是唱爸爸妈妈的故事，亲情。爸爸做的陀螺，这个是爸爸亲手做的陀螺。对，他做很多这个陀螺。哦，真的啊。啊，所以你有特别保留下来就唱。有啊，他爸爸做很多都送给亲朋好友。都是做这么大颗的吗？哎，大部分比较小。哦。这大的他留着自己做纪念。哦。大的不好转，大的比较重。那你会吗？我会小的，我会。你会小的，你会啊？这么巧，我刚好有准备小的。小时候，爸爸。你早就准备好了。这么巧，我刚好有准备啊。哎呀，按你的吃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用小的来打一下。女生打陀螺。对呀。没看过呢。所以他看到陀螺就想起爸爸这样子，就有幸福的感觉。就要。随便看你要丢，你要往哪边丢？哎呦我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好厉害哦！就有一个要拉回来这样子，他就在转了。丢出去要拉回来。哦，我来试看看好不好？好嘞。丢出去要拉回来哦。丢出去就回不来了。就回不来了。哦，我自己卷啊，我也有我的方式。哦。所以牛哥，请问你的童年跟陀螺？
也是有一点关系啊。也是会。小时候那个时候，30-40年前没冇嘛该好高啊。就高呀个。没憋个做猪诶，冇猪要陀螺啊。好，就带出去来转了。再拉回来。好。你没有打到我的脚哦。对。这要拉一点点。你小心哦你。哎呦，对。啊，小儿科呢？那要给做的嘛？很久呢。对，很厉害哦。很久呢，可以转到你讲评完吗？不知道呢。差不多。差不多要去了。快挂了。快倒了。啊！好吧。好，回来。谈公平了哈。来，插曲给欣赏。好，今日陈述我小姐带来一个平板哈，其实你本身係好容易，所以你創一個平板，做嚟講算係創到一品順啦，哈，創到一品順，但是就感覺到一些嘅係你在咬字方面就較吃虧，哈，像比如講，哎呀，動作。破咩？對我而家講就清楚嘅嚇，創嘅時間就冇講清楚，但是已經要揼到講本身好容易講啊，把按樣數算一強嘅啦嚇。至於你做本身語內類方面嚇，也做得清講，但是呢，還有一點要注意哦，人美韻書面時間總係有得不足哦，嚇，所以嚇有一點自家一天要注意，尤其越多人面行啊。也要注意按樣自家嘅缺點嘅地方，好，再繼續加油。沈峰先生，安子生，來 ，keep 錄音。好，因為全台在從你平板吼講實在，其實我是去感覺你從三個嘅韻味，韓國你嘅咧腔都以後，不過我是去希望你喊下入進步嘅位數，就係因為你嘅上音嘅特色，吼就係下入。你的聲音比較細，好，所以你從歌嘅時間，你的那個彈性，還有你的那個厚度要加強，好，和其他我就希望講，因為你係上音係特色係按樣去做，跟從三個吼上是有點厚度，有點彈性，好，這樣子整首歌曲才是完整的，好，沈夢英，沈夢先生，安子生，好，來看一下分數，好，陳淑愛分數。很好哎，真是三分呢，厲害哇！這個，而且佢唔講佢好老人，跟住佢唱一條歌，哇！佢有啲轉音轉到當順，當我彈，很柔軟哦。真的，加油！好，謝謝，還有3個禮拜哈。安子生，多加你的 kilo 也是要。對，我等下帶回去。好，傳家寶哎。把它帶回去。等下，沒關係。好，謝謝。好來，接下來。陳建騏帶來3個字。來，等下。我根本日愛創嘅一條歌，就係送俾我嘅屋企人，希望記得對我最大嘅支持，陪我度過人生嘅起起落落。希望今後我哋繼續幸福嘅行下去好。上哦大那边啊，就是有风啊，天数次哦高，非是了凉啦。
40年后。哎，呀，歌词很这个写嘛，真的啊，很厉害啊。屯太太研究的吧？哎，空安研究的是啥？麦克风很幸福到忘记麦克风了，真的是，眼里心里都只有老婆跟孩子。是啊，他一直感谢他现任老婆，真的是。对啊，对牙不看的照顾都无微不至哈。爱屋及乌，这种太太哪里找？真的，多找几个。对。不用说几个就好了。哇，幸福哈，幸福美满的男人，真的。谢谢。好，太太米拜拢来了。对呀，每礼拜都批人起来。两个服装全部给意大利。全部意大利哦。好。啊。哎，今天很甜蜜。好，按你做来唐先生讲片，来李金明先生。先生好。啊，陈先生哈。应该上这道上色吼，先讲啦哈。咁讲，咱建议啦，就讲。正言讲起来，感觉吼，迄讲第3季啊，望得正平安台啊，应该作用係講，我感覺應該講就第2季嘅航運來做吼，會過下順條嘅。吼，而第1擺你只運吼，好像你就讓我以數樣嘅出來吼，可能因為因為創產國際自由嘅，咪講做唔得啦吼，就講按創嘅時間呢，因為短呢就。兩節天嘅嚇，其實兩數前頭係講唔係講千對版嘅時嘅感覺，佢就下冇一隻嘅同一線嚇，就講本然感覺就講下唔係講千順嘅千流暢嘅嚇，叫我千浪調嘅感覺啦嚇，係你喺本然就建議嚇，加油！好，安子寫好嚟，再嚟參考中。剛才李老師所講嘅部分，我也非常同意人嘅原則以後。不過，我人建議2隻事哦，去注意聽下哈。走西方嘅走，然後懷念嘅隻懷事，哦，你較注意到嘅，唱以前唔係安尼哦哈。哦，其他冇乜問題，加油。好，安子寫，好，都是看播出的時間這啲哈，可以唱到晚一點嘛哈。咬字的問題。哎呀，好嚟，看一下大家分數啦。陳建傑嘅分數。新导演的广告，哇，你好幸福！我每次来录影都有人来陪伴你来，是，也真的我真的很幸福。可是这也是我最痛的地方。怎么说？你现在看我这样是很正常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是一个。陈建傑嘅分數。先生，真的唱到家庭就高分。真的，要不然那个郑金勇又变了哦。金拱勇啊哈。哇，好啦，恭喜是吗？太感谢，好，加油加油，还有3個禮拜哈，安子謝。好，接下來。有想法帶來平板。我哋等緊啦。成日嚟書姐，而家因微草窮下雪盤，阿公阿婆講古唱歌啊，你係愛最懷念嘅書姐。雖然阿公阿婆離開暗度眼淚，也永遠都讓人回憶，一切在我心中，我永遠啊唔會唔記得。想起童那年啊，我唐柳丛啊，龙吟老公那苦啊，边唱柳公啊。阿婆盼我。
还有琼发哥你好，阿发哥，好啊，那呢太极山的迄种物件，对，压物件，阿婆頭我留下來嘅山啊，阿婆頭我留下來，阿婆留下來啊，也可以養濟公師傅養油呢，哦，你寶山呢，係啊，阿婆做技什麼？哦呀，啊那個有一多年的歷史嘅山呢，有8個年咯，哇！可是它的色澤都還很新呢。係啊，保存得好是做青島機啦。哦，佢真係做呀。青島機啊，快鐵還是跳鐵也好，後來就留下來啦。哦，係自家做哦。係啊，清涼哦，清涼哦，三個好年哦。這個有一些像個芭蕉扇有冇？青苔皮。哦，頭擺摩天山啊，對，頭擺你啊，四大寶因為無糖醋啊咧，哦，個足意足田野醋的咧，陰山，哎呦，門呢要真壓呢，清好。係咪哈？創到山歌咧。你創阿婆嘅故事係咪？係啊。哦，家當上講，記得上講，之前聽嘢嘅故事，從些爸爸媽媽都做，阿公阿婆帶胎。阿妹無才。阿妹無才。真辛苦。應該照到嚟講，冇乜嘅幸福嘅建議上做哦。佢對阿妹是好冇建議啦。哦。細阿婆要拉你，阿婆阿公要拉你吐啦。啲就像啱補頭啊嘛，佢連啱啊，其實會煮糜啦，裝呢個無糖醋咧、醋汁醋咧，睇下都係講故事啊，有個而下是冇啱嘅情形嚟啦，又係當好嘅回憶。對，哦，也睇下坐定窮下，全部都看書機嘅。啊，打麻雀。各晒看各晒。係啊，所以時代越來越進步哦，本人較真實嘅地方啊，就會越來越少。成回憶啦。對。打爽哦。很打爽。但是又冇辦法，時代一定要進步啊。好啦，唔使教書機嘅啦。好啦。冇看書機都談公平。冇書機嘅也冇辦法成法啦。好啦，那位先生你公平啊？小夏先生。你阿發哥嗬，然後到嘅岐山是幫你清懷念細嘅時節。老人講過邊唱歌。你講個說法，你潤腳呢老人清好糖，當天數。唔過在聽你嘅時，我感覺你最天時節嘅時，你勇氣挺重啊。所以邊唱歌嘅時，就感覺啲歌詞嘅素養是氣質會比較不足。所以你講安尼唱歌嘅時，安尼特別是勇氣強壯啊。你冇條件。下寫上頭會下就忽然睇上啊，所以會俾人感覺嗬。所以幾首歌嚟講，是唱落彈落俾人輕鬆快，輕簡慢，嗬。好好利用你嘅優點，好，加油！好，可以看兩個分數，來。多少分數？謝謝。厲害啊！已經算是。在那當火的那種實力啦，前3名。對呀，其實上有一些，剛摸還做乜嘅？天氣擺嘅時節，創個手條係嘛？幾擺下啦。所以唔使創個手條拿出嚟衝。係咪加油？好，加油！好，那個冇辦法第1名、前3名咁拼啊咧。盡量啊。好嘛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恭喜哈，所以你當按姿勢。好嘞，殺下來。鄭金玉帶隊3個字。唐可樂。人生朋友唔是多，真心一個出版金，非常感謝我的朋友，在我人生最困難的時節，我愛請多支持和鼓勵。今日嘅情況係能夠在這個舞台，將我感謝嘅心情，用歌唱嘅方式表達傳達本期，謝謝大家。
唔是了多难，真心灭了给呀，千万了金呐。金文哥，泰国声音哦，哎，哦，哇，我看看资料，你故事，哎呀，哇，精彩哦，写下朋友，哎呀，朋友哦，哦，哎，送我那个笔，那个我那个龙心木做的笔，可以拿吗？哎，有冇个笔？龙心的，哦，因为里面的那个笔对我意义非常的深重。哦。嘿，就讲一下故事啊，嘞，好吗？因为他的新导演的广告，哇，你好幸福！每次来录影都有人来陪伴你来，是，也真的我真的很幸福。可是这也是我最痛的地方。怎么说？可以分享吗？你现在看我这样是很正常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是一个半盲的人。半盲？对，我这边眼睛完全看不到。你对，所以你在这边完全看不到。呀，完全暗没有。哎，完全看没有。都有啊了，嘿，哎冇一讲啊，唔可以讲要讲嘅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看唔出来咧，冇讲 MD 呢。我左眼也没有，我的右眼现在差不多剩下0.6的视力，所以我现在看东西是模糊的。哦，这个戴眼镜没有用，也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医生都说眼镜没有办法。用我呢？你那个拍错，有冇？拍错机的，拍错的，拍那个雾火闪雾火。哦，闪雾啊！嘿，闪雾给直流脱。哦，真的。这个他谈不足光伤到脑的那个眼神经。嗯。那时候没有马上去做立即处理吗？那时候还只有点眼药水，用清水清洗过，点眼药水，停了嘛2-3天，那眼睛越来越模糊。而且看了医生之后，他说：“哇，你这个已经伤到脑神那个眼神经了，没有办法了，角膜了。”哎，真的，它是眼神经，眼神经，它不是角膜而已啊，它眼神经真的坏死掉这样。啊，右眼是稍微而已，稍微用到，所以这样看东西。所以要变工有样样都要变，至少呗。不会啊。没有血火肿痘，那膜没有这么严重，还没有这么严重。而且慢慢的，因为很难免，因为我们年纪一年比一年增长，视力本来就是会。跟着退化了，对，所以我现在看东西都是模糊，这种每一集都是有人陪着我来看，都是没有人陪着我。像台北车站那个看那个路标指标有没有？它那个灯光一照下去的反射完全看没有，完全看没有。对，现在我走的那些地方都是靠我的记忆，有人带过我就走了，看我的记忆说哪里转弯，怎么样子。哦，所以一定要有你，心路就有你的笔的。今天我落台叫我来。落台，哎呦！像我落台嘅唔知講，我嚟同我前年我嚟講。你落台唔知？唔知就唔知，我全部看見就冇來講。你一九嘅事情嚟啊？這個你差唔多3-4年有咧。4年嘅時間，我看見全都冇講。點樣啲哦？你下最我太記啲，我大姐，我一個朋友啲啊，你從來冇人啲啊，冇講。就是送你這支筆的朋友。送你這支筆的朋友，跟人家筆有嘛關聯？他叫你心情唔好噶，有冇那個筆拿到紙用寫，你得你用我的記憶，我發心情得記，然後過嚟了，你說重新回到人生的路程，這樣。哦，所以這樣子人家冇做看唔到時間，多多一個好朋友。也後邊有送嘅筆，送一個筆不愛的東西。所以說這個朋友真的很重要，對，陪着他度過他那一段的難過的時候，這樣，對，真的，保重。會的，好，謝謝。唔係，嗰個唱都好咗嘅。好，嚟睇下先生嘅講片啦，嚟。請佢先生。好，金庸哥。坦白講吼，佢嘅認知相當好吼，你本身對也創業嘅三國專業各方面啊，也創得伊好啦吼。但是我想咁樣係你小可問一下，一歌詞係本身你自己做嘅嘛吼，因為我看到也係詞吼。但是你記得，人家三國歌詞係平平仄平，第三句你也嘅講人生朋友唔是多啊，也就做唔得咧。你講人生朋友。多選擇，嚇也就這樣嘢。所以一個歌詞來講，中馬講，人家就寫歌詞，一天都本身要注意講，平平仄平要做到嘛，嚇，有一點。還有一點吼，
我家感觉你在创业嘅三国志嘅时间，其实哦，创三国尽量不用轻松，比如讲一生了，难啦，一得啦，但是我有感觉，人生了难啦，您唱歌以用力啦，唔是就轻松去唱佢就好，唔是讲。唱军歌样嘅，我感觉讲你唱歌要唱军歌，冇，尽量轻松去唱就好。至于讲唔唱嘅，坦白讲真是冇法讲。你本身嘅音质也好，你讲专国专面也做了以后，就会讲歌词一定要频频直频，也一定要注意哈。好，再加油哈。好，安子先那英英老师。好，正台讲吼，其实我日出除非常重日，应该上任。不过今年讲真了，你从3個嘅時間吼，上任係應該優點，然後應該特色。你聽從8方你自家你係優點了特色，吼。和當然係講從第二季，頭先查先生就講，按樣應該重發當從軍歌嘛吼，其實就係應該起動中。所以你要運用在內位，可能就要思考一下。譬如講第二季吼，一生難得，生都難，吼，你將認唱嘅你係合台，你係唔係家家事？你從起來就唔是大家事嘅拍子要算好，吼。譬如講從一生了就難啊得啦，家家事你從起來，該個人都帶進個落差。你就得到佢平衡過去，撈佢衝過去，你就唔會當場衝到動出力那樣先吼。是不是？好，安子姐，好嘞，來看一下佢嘅分數啊。鄭景用嘅分數。97分。呢個禮拜要較大條嘅哦，注意下咧吼，係後半3禮拜，好嘛，加油啊咧！加油！哎呀，補充哦，哎呀，身體又過來，好，安子姐，好，準備當走，好。好了，安尼今日比赛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哈。和當到好唱歌的朋友，搶一個夾個來報名下咧。好，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。好，等下大家來報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的收看，因為呢，還要多謝辛苦的評審先生，安子姐，謝謝。什麼長水仔？謝謝，辛苦了。什麼？小跳。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，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啊！哎呀，下禮拜冇唔記得咯，一定要準時收看呢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空下來，拜拜。